家平安，欢迎收听5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优泡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大自然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我们要读约伯记37章13到24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的，所以人没有什么借口。罗马书1章20节，有一部片叫做《我的章鱼老师》，是2020年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 原创的纪录片。该片呢，荣获了第93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这个导演记录了一位电影工作者克雷格·佛斯特，他在长期高压的拍摄工作后，在与家人的相处当中，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濒临了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在他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他居住在南非的一个海湾，他有一个冲动，就是想潜入他眼前这片充满海藻林的大海之中。起初呢，温度极低的海水以及汹涌浪潮让他不知所措，一度他想要放弃，但是10几分钟之后，一切沉静了下来。他感受身体正在适应着海水的寒冷，同时呢，他也开始因为这个新的环境的刺激，让他原本纷乱混沌的思考，好像展开一条新鲜且具有生命力的旅程。在海底的世界当中，他进入了另外一种与陆地上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然后他遇见了一个未曾见过的景象，就是有一只章鱼将舌头、贝壳以及各种杂物包在自己的身体外围，然后呢，整个身体就卷曲成一球。这个景观就让他十分好奇，于是他展开了对这只章鱼的跟踪。他发现这个章鱼这种软体动物仅有1年的寿命，并且它不像哺乳类动物，出生时还有父母亲在身边呵护照顾。章鱼的出生就是独立的，所以它在短短的1年当中，就是不断来学习、探索、感受这个世界。不仅如此章鱼就像是没有可保护的蜗牛，任何猎食者都可以对它形成巨大的威胁，但是它却具有极灵活且充满智慧的生存方式。它强大的再生能力、避险的能力、伪装、躲藏，拿起一切可用之物来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些都让佛斯特叹为观止。在佛斯特与这只章鱼几次的相遇之后，他呢亲眼来看见这只章鱼与他对望，然后缓缓来离开躲藏的洞穴，伸出了触手与他相握。这个时刻无比动人的是，如此脆弱的章鱼却能够充分地感受到一个人类的善意，因此愿意冒险也回应了这样的善意。这种信任关系超越了物种，也超越了时空。
对我而言，这样的关系见证了上帝的爱周流且充满万物，从脆弱到强大，不在于征服、占领，还是带来什么改变，而是在于它让万事万物进入到和谐且没有距离的连结之中。佛斯特与章鱼的相遇和相处注定会分开，因为生命周期长短的不同，也因此他在不到1年之中与这位章鱼老师建立起情谊，会面临生死阔别的时刻。但是强大的悲伤没有让福斯特闭上眼睛移开镜头，反而呢，他把这一堂生命的课上到最后，而最后一堂课的名字就叫做如常的无常。章鱼在产卵之后用尽力气，渐渐地白化，周围的小鱼各种的生物没有等到它完全死亡，就已经开始分食它的身体。最终它被一只鲨鱼衔走，没入了茂密的海藻林中。对佛斯特而言，这堂课是最伟大的一课，因为它是人的生命缩影，如飞而去。诗篇90篇第10节，这4个字告诉了我们肉体的终极样态，可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却能够靠着基督走进永生。约伯记37章今天所看的13到24节，描述了上帝如何以惊人的能力和智慧来创造大自然。透过观察自然界中的万物，我们可以更深刻来认识神的智慧和创造力。我们看有时候透过大自然的每一个元素，从微小的细胞到壮观的山脉，都是上帝创造的这奇妙的作为，展开神的奇妙和伟大，展现了他的奇妙和伟大。所以在约伯记的37章14到16节里面有这样写道：你岂能知道云彩如何铺张，和那含蓄着奇妙的作为呢？你何以能明白神如何吩咐他们，使云中的电光照耀呢？这些问题向我们展示了神所拥有的智慧和全能，超越了我们有限的认知。其次呢，我们透过大自然一切都显示了神创造的慈爱和智慧。我们知道神不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环境，也为所有生物提供了生存的必需品，例如水、食物和栖息地等。透过观察自然界中的一切，我们可以更深入来认识神的属性和伟大。约伯记37章第23节这样写：我们不能测度全能者，他在能力上，在公平上，在大能上都是至高的，必不屈服。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了神的能力、公正和不屈服的性格，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要能够更加的信任他。其实透过观察大自然界的一切我们可以更深入看到真的上帝所创造的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命的样态让我们真的是赞叹神的全能跟伟大。这也提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保持与这位神的联系，透过祷告和阅读圣经来寻求他的智慧和他的引导，我们能够更好透过生活和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神的智慧会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也提醒我们上帝创造一切的自然都看为甚好，
那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每一个元素都是上帝精心的创造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跟保护，也能够让它能够继续发挥这样神的创造力跟美丽，并且为我们未来世代能够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来默想，当你在欣赏大自然的时候，你曾否感受到造物主的伟大呢？如果是，这些感受如何影响你对上帝的认识？如果不是，你是否愿意进一步来思考，用自己的感官方式，并寻找更多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让我们借着观看大自然，体验到你奇妙的创造，你的大能和智慧，使得这个宇宙充满了无数的惊奇和美好今天我们向您祈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大自然的创造，更深刻的认识，也欣赏您创造的奇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从自然界当中来聆听您的声音和领受您伟大的能力。当我们欣赏的大自然的美景和景象的时候，求您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存敬畏和感恩，也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和挑战的时候，仍然能够看到神你的大能跟智慧。求您让我们的信心在困难当中能够被坚定，知道您在每一时刻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不但的相信神你奇妙创造的能力也会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信心坚定。我们下次再见哦。